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也着学罗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即时，咱来吟诗学罗圣诗207首，请起立。上帝至悬，我爱称赞。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按照不列多人来受苦。定时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咱做伙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29篇。行为无通指责。一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听探上主的教示，专心追求你的人。一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着遵行上主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求你互我回应你的带领。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也免犯罪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求你照你的应允，互我恢复元气。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使阮教示我你的律法。求你互我袂会意爱虚假，照你的话使我活命。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对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我的话，你的话是我骹前的灯，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
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我们学罗你，大山会散开，小山会移散。独独你的慈爱的确无离开阮，你平安的约也无移散。感谢你的慈爱的确无离开阮，感谢你用永远的疼来疼阮。阮受精选，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是何等的有福气。你是守约行慈爱的上帝，你平安的约无移散。有你的同在，阮就无惊吓，满心平安。今日是你所定圣的日子，阮众人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用心神甲诚实敬拜你。愿你的圣神充满阮，愿你的话语养持阮，互阮定心来得到属灵的快乐，通刚强壮大，着行的路来跑走。求你坚固阮的心，恩待阮，遵照你的教示，凡事通端正来行，互阮无得到拄着艰难困苦来累积，等到受造就，经历阿爸爸要祝福的应允。亲爱的主，你知影阮一切的情景，我们倚靠你，恳求耶和华拉法的上帝，医治阮心灵的损伤，尤其是受病痛困局的兄弟，求你来怜悯医治。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阮的供应甲陪伴。求主，互阮伫你的内面一切充足，无得到有欠缺。你嘛是耶和华撒拢的上帝，求你使阮平安。无论阮的兄弟伫倒一个角落，拢求主来保守看顾。阮嘛将教会逐项的事工仰慕你，求主使阮众人有合一的心，共同的心志，来有份你的圣工。但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互主，求你的信心踮伫阮中间来引带阮。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学老，咱请社青团契来学老。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宁静谷》，咱请社青。
咱感谢社青团契的学老，愿应邀几日阿爸对上帝，愿咱甲主拢建立亲密的关系。即个亲密会当互咱踮伊的内面，心平静安稳。咱即时来共守上帝的话，圣经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利米书15章16节。伫个台语和日本的圣经850页，迄是咱来看头前的投影。请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我依着你的话就食伊，你离我是最心内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做属你的名的。第二个圣经节是约翰福音6章63节，请，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就无利益。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好，咱今日圣经节读到遮，愿上帝祝福互听伊话、照伊话来行的人。接下，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是用经文祈祷来蒙着上帝的心意。咱请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祈祷。是阮听头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伫主你圣的日子，愿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对主你的话来蒙着主你的心意。主你知，阮也较无你，求主帮助阮，将即个较无的心，搁较伫阮欢喜你的话中间来表现出来。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伫个咱旧年2021年的即个母亲节过了后，迄个新冠肺炎啊，迄个疫情突然间就升悬到3级的警戒。为着要来防止即个病毒的扩散，咱的政府设立真济的即个限制，连教会嘛拢爱停止实际的聚会甲礼拜。迄个时，因为袂当甲人有即种的实体的接触、加交流，即种互人安尼隔离的惊吓，甚至嘛，互人产生迄个忧闷不足甲惊吓。伫个迄段严格咧提防疫情的期间，咱真感谢上帝，早就有准备。伫个迄个时有真济教会开始兴起即个 RPG 线上的祈祷会。RPG 就是复兴祈祷小组。伫个迄个时期开始，真济教会伫个 Good TV 咱嘛拢有看到。伫个今年开始的时阵，嘛拢有咧讲到即个 RPG 的线上的祷告会。即种的祈祷会就是会当几个人真做一个小组，伫个约定好的固定的时间。同时来拍开即个手机即个赖的群组的电话，同心合意来祈祷。感谢主，咱后部教会嘛伫个几个同工的合作下面，开始即项新的即个事工。虽然咱袂当实体来聚会，总是借着每周一届即种 RPG 线上的祈祷会。伫个属灵同伴会彼此关心，互相带导，嘛安尼陪伴咱来行过即种对即个疫情的惊吓。安尼
到现今已经1年啊，足紧的吼。咱教会来推动这个 RPG， 嘛已经有1年的时间啦。牧师伫遮看见，有参加这个 RPG， 这个线上祈祷的侪兄弟姊妹，因开始爱着祈祷，爱上祷告，因为学习用这个祈祷来交托所担忧的这个代志，伫遮来发现着讲，咱的上帝真正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伊欢喜要来听人的祈祷。我就今仔简单举我家己的妹妹，阮1礼拜拜4，伫个迄个有一届 RPG 的祈祷，伊迄个几个月前咧为着伊伫个即个老河街夜市有一个单位，为着迄个代志咧烦恼，结果顶礼拜讲已经解决好啊，上帝拢替伊处理好啊。哇！伊安尼担心迄个单位讨袂转来，足烦恼的，总是咧安尼通过祈祷，伊讲哇，已经处理好啊！感谢上帝，我相信伫咱中间参加 RPG 的人，也是讲通过有时你无参加，毋过讲有啥物代志，请阮来祈祷，请小组来替因祈祷，嘛是安尼，嘛真侪代志拢安尼顺利行过去。咱定定讲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真正就是安尼，上帝就帮助咱。所以，因为看见上帝真正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就开始爱祈祷，哪来哪爱祈祷。像我妹妹迄嘛等几啊个月呢，伊嘛等几啊个月，所以有当时咱祈祷嘛爱耐心听候，耐心听候。所以有的兄弟姊妹以前真惊祈祷，因为毋知影要祈祷啥物。总是伊参加 RPG 了后，开始开喙学会晓祈祷，毋惊祈祷。有的嘛足够运用圣经的经文伫遮来祈祷。当时教会要来做这个 RPG 小组的时，牧师有参考几种的模式，因为刚开始做，所以想讲用上简单的方式，互大家较紧会当学习来做。迄个时有选用时常长老因所提供，就是官长老因台华公司迄当阵就已经咧做的迄种的模式4个步骤，来小可复习一下。第一个步骤就是轮流讲一件本周也是今仔日大家感恩的代志，无管好事歹事，你拢会当找到会当大家感恩，因为当咱会晓感恩，就会产生信心。咱若是会晓感恩，你就是相信上帝伫这个代志中间一定要掌管。万行事道来，是要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所以学习感恩，真重要。咱无管是什么款光景中，拢会当学习到感恩。譬如讲几礼拜1个月前啦，牧师嘛是确诊啊。确诊我比恁较早，所以感谢上帝，因为阮比你较早确诊，所以知影兄弟姊妹确诊的时心安怎样艰苦，身躯安怎咧无爽快，所以会当来了解，这嘛是真感谢上帝。所以伫个即个先来学习感恩。第二咧，就是来明白咱家己属灵的身份。我伫上帝国的地位甲价值，这个介重要，因为咱定定毋知影家己有啥物款的价值，所以有当时别人若甲你凊彩甲你算一句话，哇，你著受伤啊，着剑啊，疼甲要死。总是如果咱若知影，咱的上帝是怎样咧看咱做宝贝，安尼咱就袂安怎，袂遐尼容易互撒旦甲咱攻击啦。就是算讲
人安怎甲你小可拄着无爽快代志的时，你知影你伫上帝国的地位的时，咱就法度个定心徛起来。哦，这介重要，毋是跋倒就扑咧躺平，毋是，咱会当马上个爬起来，因为知影咱是上帝所听的。哇，你看，我遮今仔写几个尔，你伫遮看到家己的价值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哇，上帝遮尔听我袂当互家己放互烂，我爱勇敢，爱徛起来，安尼咱就安怎？咱就行过去呀，就行过呀。过来第三个步骤，来明白啥？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所以当你知影你的上帝，天就遮写耶和华伊路行，耶和华是大权能的上帝。咱的上帝是这个大权能的上帝，安尼你要惊什么？你抑阁惊是谁咧？耶和华是沙龙的上帝，平安的上帝。当咱拄着艰难的时，咱就爱美伫伊的十股下，听候灾难过去。咱伫遮看到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这是伫咱的信仰非常的重要。过来就是安那彼此分享，互相来带导。有当时咱有啥物艰苦会讲袂出嘴呢？咱讲互上帝听。毋过，如果若有几个属灵的同伴会当听咱的心声的时阵，你嘛是感觉讲，这个话若讲出去的时阵，敢若有人咧听，上帝咧听，人嘛咧听，咱就敢若加添迄个气力，知影家己无孤单。因为真侪时，当咱咧受苦的时，当咱咧受苦的时阵，毋是迄个外苦。是咱的心在苦，咱的心感觉家己足孤单的，总是怎么有人了解时，咱就有法度伫遮来担当。因为圣经甲咱讲，一日的艰苦，一日担就到呀。咱的上帝知影，嘛会帮助咱。咱的属灵同伴，大家来拼命斗阵来祈祷。最后，较阁用主祷文来做这个结束，所以这是咱过去一年的中间，大部分的 RPG 的小组，拢是照这个模式，总是嘛是有无同款的譬如讲有的小组，因着加上用圣经的祈祷，有用圣经来做祈祷，所以牧师今仔日嘛是同款，过来介绍这种祈祷的方式。就是运用圣经的经文来祈祷。当咱唔知影要怎样祈祷的时，咱来用圣经上帝所讲出去的话，安尼就绝对袂唔对。因为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圣经甲咱讲，伊的信实到永世代，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所以上帝所讲出的话，就是伊的应允。那亲像咱咧开公司的时，拢爱开这个支票互咱。支票，咱上帝讲出的话，就是伊所开出去的支票。咱的信息的上帝，绝对袂互家己的支票来跳票啦。所以你就爱抓条上帝的话来祈祷。伫遮一句圣经节，这以赛亚书。伊55章11节安尼讲，上帝应允咱讲，上帝伊嘴所讲出的话，嘛要安尼，绝对袂空空转来，是要成就伊所欢喜的。所以一定要成就，互咱伫遐来得到行通。这个路加福音1章37节，嘛安尼甲咱讲，讲这个啥？这个报喜的天使来甲玛利亚讲，因为出自上帝话，无一句无带有能力，无一句无带有能力。所以信实的上帝所讲出的话，一定会实现。个伊的话，无有一句无带有能力。所以咱就爱学习，学习什么呢？就学习对
上帝所应允的这本的圣经，伊所讲出的话，伫遮来找出适合家己这个时刻、这个时阵你所需要的这个经文，然后运用这个经文伫遮来祈祷，安尼就会互咱的灵内底活泼有气力，互咱会当光强壮大。安尼，什么就是用圣经来祈祷咧。用圣经来祈祷，就是将这个上帝话当作食物，一喙一喙甲伊食落去。他拄咱所读的圣经，耶利米书15章16节讲：万军的耶和华，我要甲你的话安怎当作什么？当作食物。我得到你的话就食伊，得到就爱甲食落去，毋是囥喺边仔看。因为啥譬如讲你遮即马有一个好食的，譬如讲牛排好啊，你牛排你用看的，目睭看得饱吗？是毋是爱甲食落去？食落去，迄个食落去。迄牛排的营养才会当滋润咱的肉体的需要，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肉体需要食物，才会当维持身躯的健康。咱毋是食就好呢，毋是有食就好呢，食什么介重要？安怎食嘛真重要。你若食一寡粪扫、垃圾食物粪扫的这个食物，你的身躯会健康吗？咱教会以前捌去关心过一个姊妹，毋知大家还会记哩无？40岁得到癌症，伊是一个高中老师，拢足无用的，足爱食啥珍珠奶茶，逐工下暗安尼加班熬夜的时阵，就去买珍奶，买迄个烧烤的物。烧烤的物什么迄个炸鸡啦，什么，结果食甲身躯害去。所以袂使食伤济粪扫食物，咱要食什么介重要，食毋对就害所以嘛有真侪人，因甲逐工甲各种的新闻亲像有即个日本安倍首相。被枪杀，这个报纸迄个新闻报遐尼济，你是毋是对头读到尾，逐项拢踮遐看？咱若是甲新闻当作食物来食，结果你逐工都活甲真惊吓，拢是一大堆负面的情绪内底，结果常常失眠困袂去。所以兄弟姊妹，食什么介重要？咱爱食有营养的，会滋润心灵的，会互咱的身躯健康的物。这个耶利米先知，伊甲上帝话当作食物来食，上帝话语来帮助耶利米先知。咱会记哩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以前国家差不多要被灭亡迄个巴比伦帝国遐尼强，咧甲伊吓。这个国家的百姓，大家搁喊面，拢唔知影爱倚靠上帝。这个上帝来竞选耶利米的先知的时阵，耶利米先知嘛足惊的。我要哪有法度做啥？我这么细汉，我这么软只，不过上帝用伊的话来帮助伊、鼓励伊。所以当耶利米先知伫咧四面受对着的来攻击的时，连伊上界知己的朋友拢咧出卖伊。伫迄个上艰难的环境的中间，伊会当徛在，会当真做坚强的墙壁，挡会铁来拆毁，佮起造当时的世代，来引带迄个百姓伫咧上界深的黑暗中。又望看见有光，兄弟姊妹，这是上帝话伫遮来帮助伊。兄弟姊妹，你是毋是需要有真正的智慧甲气力，来面对你每一天所拄着的艰难的挑战呢？
每一个人的挑战拢无同款，每一个人所拄着的艰难拢无同款。有的人是身躯破病，有的人是人际关系，有的人是伫工作方面，有的人是甲婚姻内底。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挑战，你需要有坚定的信心、真正的智慧来面对。你要凭什么来面对？你要挖讨什么来面对这个？咱需要学习耶利米，将上帝的话当作食物，该食落去，互你的灵内底健康。所以兄弟姊妹，身躯若要健康，咱头讲食什么介重要。你袂使凊彩乌白食，要安怎食嘛真重要呢？有的人食物啊速度足紧的，10分钟，吼，10分钟甚至毋免10分钟，啪哦，一直食，一顿就解决啦。即种甲即个米安尼，放塞入你的喙内底，甲规喙啊，就规个吞落去。请问你的胃肠堪会起啊袂？你的胃肠有法度来吸收、来消化无？你的胃肠所食遐物，敢有法度真侪咱需要的营养分来供给咱的营养呢？兄弟姊妹，你毋知影无？咱人会破病啊！吼，首先就是咱的胃肠出问题啦。咱的胃肠有问题，咱食入去的物无法度吸收，袂消化嘛无法度制造营养啊。所以身躯食袂到营养，毋食会破病。所以安怎食介重要。咱爱食，咱知影，咱爱甲上帝话当做食物来甲食落去。总是你要安怎样食，才会当互你食落去。上帝话语会当来滋养咱的生命咧，毋是讲圣经安尼拍开。显的，一边安尼，我看了啊，我看了啊，吼，安尼袂消化啦，袂消化，你嘛读无，到底咧读啥拢袂记哩，吼，所以毋是讲吼有物啊，有食就好啊，有食就好啊，爱好好食，食了会当真侪咱的营养分，较有法度。真侪你的快乐甲帮助，所以这个用圣经来祈祷，就是要来教导咱怎样食落去上帝的物，并且互咱所食的这个物会当转化成做营养分，来供应咱灵内底的需要，活出迄个活泼的愿望。兄弟姊妹，主耶稣安尼讲。伊讲我对恁所讲出的话就是啥？就是灵，就是活命。耶稣亲嘴安尼讲，所以咱的灵要得到保障，生命要刚强壮大，咱一定爱食上帝话，将上帝话当作食物一喙一喙来食落去，若食落去要细嚼慢咽，慢慢啊食，慢慢啊剥，慢慢啊食，慢慢啊剥，才有法度咱讲用心来品尝这个米的滋味。你慢慢啊食，你才会食出这个米的味道，伊的味也是讲伊的好食，爱享受啦，唔通安尼哇，迄大胃王迄身躯拢害。所以咱爱安那慢慢啊食，慢慢啊补。阮婆婆以前少年的时阵，捌得过迄个肺结核，破病1年外的时间，后来医生甲伊讲你食物爱较慢，伊就开始学习，每一摆一喙饭一喙菜啥伫咧喙内底慢慢啊补，你爱补甲迄个。喙烂啦，甲你的喙烂结合了后，慢慢啊补吸收迄个营养分。所以伊阮婆婆一喙饭
拢至少加30几个。人讲伊食饭上介慢，毋过嘛是安尼，所以伊身躯嘛算迄种健康啦。恁若看过阮婆婆，有个人拢讲啊，婆婆比你较水。对啊，阮婆婆真正比我较水，伊足够营养的，足够营养，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会用咱食米，着食上帝话嘛共款，你爱细嚼慢咽，照法度，互即个上帝话真做营养分来供应咱的即个心灵的即个健康。咱就是要来通过即个圣经的祈祷，来将上帝话好好慢慢来甲食落去，食出迄个滋味，食出迄个营养，互上帝大有快乐的话，真做咱的力量甲帮助。这才是咱读圣经的目的。若无你安尼读半部无效。因为你安尼吞落去，安尼规个腹肚拢胀起来。所以咧，咱逐工其实嘛，有个人讲一工读10章，牧师其实定拢讲，有当时嘛毋免读遐尼济啦，食伤济你见到腹肚袂消化，一工摕一段小段适合你用的。头拄仔有讲。此时此地此刻，你这个时刻，你所需要的圣经的经节，也是讲你嘛用照着教会的灵修的进度，亲像即阵牧师有咧写即种的，咱后埔教会伫咧坑的即个周报内底，拢有一张每一工读圣经的，用圣经来祈祷。就是你每一工读迄工的即个心眼功，今仔日的心眼功，读迄工，然后用迄句的金句，内底拢有金句，然后照着这顶悬牧师有写者，咱会当学习来运用，所以兄弟姊妹，咱讲重要的是你爱下你用。食了有营养，更重要。毋是讲你食偌济，是爱食的下你用。所以咧，咱读圣经的时阵，毋是读过就煞，爱加读几届，读出迄个滋味，读出迄个快乐，读出迄个上帝大能力。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箴言第8章。第10节甲11节，伫遮上帝安尼讲，恁着受我的教导，无受白云，宁可得到财物，赢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有诶翻译做红宝石，搁较水。一切通喜爱，拢无法度甲伊相比较。兄弟姊妹，黄金、珍珠也是红宝石。这个虽然拢真好，总是你嘛知影，真容易去互人安怎淘汰去，向抢去。哇，总是咧，总是上帝话比这个搁较宝贝，搁较有价值。伊是袂互人淘汰，袂互抢去。你若得到伫你的头壳内底，无人抢会去啦。所以各位你知影？犹太人真熬做生意，赚真侪钱，总是因有定拄着真侪的苦难。迄当阵未有国家的时阵，人若是要甲伊赶走，就甲伊赶走。伊安尼所有的钱财一大堆，拢去互国家征收去，拢无辛苦半世人赚的，拢无半仙。因为人要甲你摕去，要甲你抢去。你就去，总是因有上帝的话伫因的头壳顶，结果因行到逐所在，因有缘无偌久就足好业，上帝话比遐会搁较宝贵。
所以因若有上帝话，真紧就会当听起来。上帝话嘛是生命的这个源头，加这个智慧的源头，所以就爱细嚼慢咽，慢慢播，一届搁一届来播，一届搁一届来读，也是一面读一面祈祷。咱将上帝话消化吸收来到咱灵内底，因为咱知影，咱的灵是对上帝来。咱的灵若无有上帝话伫咱的内底，你的灵会孤单啦，亲像汽车无油、手机无电啦，拢无效，对吧？车搁较水，无油你嘛开袂叮当，手机搁较贵，你若无插电，你无电去拢害。所以同款，咱的灵需要有上帝话，灵才会当满足。所以灵若满足，得到养气有饱，咱的生命就会光强壮大。咱的心灵若健康有快乐，你就有信心啦，通去面对生命中生活中，你会拄到真济艰难磨练挑战。这个用圣经来祈祷，用圣经的经文来祈祷，伫台湾的教会内底。是什么人先开始的咧？是什么款的对一个对一个教派先开始？牧师安尼去找这个资料，有找到这个新店神道会、新店迄个神道会张茂松牧师伊咧教导这个用圣经经文来祈祷内底有一篇的讲道篇来讲着讲是这个giáo會啦。giáo會這佇倒恁知無？這佇咧咱黃昏市場的對面啦。咱黃昏市場的對面，重慶國東遐就一間這種的giáo會，這個giáo會就是咱普通咧講的聚會所。這個聚會所佇40幾年前因就真重視用這個經文來做祈禱。所以，因常常鼓勵因的兄弟姊妹，逐天15分鐘，用一節的聖經節，安尼哪讀哪祈禱，哪讀哪祈禱，一直讀一直祈禱，讀到會當差不多攏背起來。若安尼一年落來，哇，你就背足濟聖經，一天一節就好啊！你毋免講我要背偌幾啊段。你若一講一句，會當甲背起來的時陣，咱就真夠啊，真背真濟啊。這個用經文祈禱有兩種的方式，一種叫做指導，直接禱告，直接用經文來禱告；一種叫做化禱，就是講用話來祈禱。小可甲大家介紹一下。指導所以伊直接來讀經文，直接讀經文。聖經一句經文你摕到了後，你直接來讀，人透過重複的讀，一直重複來讀。你看起這句經文內底，互你有感動的，你感覺這句足重要的，還是你感覺這句對你真有幫助，你就加甲伊讀幾屆啊！這個張茂松牧師，伊佇遮來指出講，經文指導的重點，才有幾點。伊講先讀，咱愛先讀聖經甲祈禱，先讀經文再禱告，然後讀再讀不再禱。這就講你哪讀哪祈禱，哪祈禱哪讀。哪祈禱哪讀，就是就迄段經文就好啊。重點就是你愛先讀出來，讀出來愛大聲讀出來，讀甲你有感覺，迄句經文讀甲有感覺。所以牧師今日講恁讀3屆就好，人因講讀5屆、讀10屆，因是講讀5屆、讀10屆哦。所以當咱毋知要安怎祈禱的時陣，你就讀上帝話，讀上帝話就有快樂。
因为天地万物拢是用上帝话，上帝讲有就有，所以上帝话是有气力的。第二，伊讲着讲直读直导，直接读啦，直接读，直接祈祷，毋免去想讲啊，我爱祈祷啥。啊，有当时咱咧想讲啊，我要祈祷啥，想想会煞袂记哩，煞袂记哩，煞毋知影咧安怎读。像吼，有当时我咧教竖琴咧弹琴的时阵，当我咧想讲我要弹啥的时，我煞拢袂记哩我弹啥，规个拢空去，空白去。所以伊才甲咱讲，伊讲啊你就是毋免去想，读到就一直读，你就是一直读，读到有一个想法出来，有一个感觉出来的时阵，你才来祈祷。第三甲第四想讲啊，这就是拢共款字啊毋过无共款意思哦。这个第三句就是讲重读重导，重就是加重语气，加重语气，加重语气去读一句的这个经文。你加强语气的时阵，有当时是加重在名词，有当时加重在动词，还是形容词。加强迄个语气。这个重读第四就是重读，重读就反复。头前祈祷过的话，其实你嘛会当过来祈祷。好，我暑假有用一个例，指导的示范。指导的示范，咱用即句的圣经，咱真实的圣经，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是无？咱对即句的经文的时阵，咱先搁加读几下。来，咱来读看卖，预备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到爸遐。”来，搁一解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到爸遐。”伊是搁爱搁读落去咱时间的关系，咱有个。当你咧指导、咧直接读的时阵，你会当讲啥？耶稣讲，你若感觉讲即句话真重要，就是即句话是耶稣讲的话，真重要。所以你会当讲耶稣讲。耶稣讲就是主耶稣讲的话，伊讲啥？我就是耶稣讲，我就是真理，道路、活命、真理，你应加强伫遐，你若是讲真理、道路，道路、真理、活命，你嘛用安尼搁继续读。若无借着我，若无借着耶稣，无人会到第迄个所在。你会当加强，你看做是重点的这个所在，这就是用圣经读就好啊，敢若用圣经啦尔。然后另外这种叫做化导，这个化导就是讲将加上圣经内底经文内底无的，你嘛使甲加入去。这种嘛有两种。一种的方法就是对于这个经文，也是经文得到迄个亮光。你看起感觉讲这个你对你真好，来甲分解，也是解释，也是运用伫个家己，也是用伫个为别人祈祷，拢会使。另外第二种，就是甲你的生活，也是你的职场，也是你的服侍的需要，甲伊转化。所以同款，咱用头拄仔咧讲的迄句，即个化导嘛是用头拄仔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讲：“我就是，就是啥？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咱若是化导加上圣经无的时阵，你会当安尼讲：“是主耶稣，你讲，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你亲嘴安尼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活命。感谢主，伫十字架顶面为我流宝血主耶稣，主耶稣就是
道路就是真理，就是活命，是为我开道路。你用加上安尼，互我会当到天边，搁再清君搁好，显明听伊真理，互我知影听会当赢过惊吓。是主的国话，就是真正突破死亡，互我有生，伊是生命的主。你看我有甲伊画起来，迄就是圣经内底有的。若无画起来，就是圣经无的你用加入去的。是生命的主，就是赐予我新生命，新的毋望引带我行道永远的路。若无借着主耶稣，无人会当到爸遐。主啊，我要跟对你的脚步，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所以即马目前牧师咧写即个新眼光的即个新眼光的，大部分就是用即种的方法，大部分是用即种的方法啦，是。佫有另外一种，咱讲会当甲你的生活，也是你的职场、你的服侍所需要的来变化，所以才安尼用讲，主耶稣啊，我是你的囡仔，我是你的囝，你的囝来到你的面前，要为了家己的工作，为了家己的性命来祈祷。主啊，帮助我，因为我拄着困难。主啊，你讲，你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活命。求主你伫旷野为我开道路，赐了真理的圣神，甲活泼的生命力。因为我伫工作中经历真大的困难，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专业能力，拢需要突破。求主为我开道路，互我有智慧、信心、勇气，会当突破我的困难，互我重新得到生命喜乐甲毋望。因为主你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活命，嘛是会当用安尼将你的生活所需要的，拢会当。好，即嘛即个咱来讲即个经文祈祷的方式。经文祈祷的方式，你会当一个人读。所以牧师所写的即个，你一个人伫咧厝的时阵，你会用规个安尼拢家读。一个人读，加读规家嘛无要紧，一个人读无问题。嘛会当两个人读，咱若是要面对面读嘛会使，因为遮有迄个黑色的框框弄起来，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安尼来读，也是一个小组，就是我一句，你一句，伊一句，伊一句，安尼来读，安尼会晓无？所以咧，即个方式会当一个人读，嘛会当两个人读。面对面嘛无要紧，用电话、用手机嘛会当一个小组来读。所以咱讲两个人也是两个以上，你来用经文读，会当你读一两句，换我读一两句，换伊读一两句，安尼嘛会使，会使啊！所以每一个人伫咧接即个经文祈祷的时阵，毋好伤过长。毋好伤长，你长伤过长毋好。咱讲要怎么样？要快，要短，要接，要活。这什么意思？南米卡佮甲咱解释。咱亲像啥？互咱的祈祷亲像啥？爆米花，啵啵啵啵。有咱有食迄爆米花，啵啵啵啵，一个一个爆炸开来。好，安尼小可来讲，这个原则上。第一个，两个人以上读的原则，就是爱对。咱的字句爱对，你若对，就会活泼有气力。所以一个人祈祷，一两句就好啊，毋好伤长。咱有时拢祈祷伤过长。第二就是爱紧，伊祈祷煞，你就接落去，爱接无紧，毋过毋免抢啦。爱差不多三四秒就好啊，莫等1分钟，3-4秒就好啊，
就较紧的接落去祈祷，然后就接就是啥？别人所祈祷，你要注意听，然后接伊的尾句，真做你的头一句。安尼接就是你接伊的思想，伊的祈祷的时啊，有迄个一体性、连贯性，所以我的尾句成为你的开头，这种有一体的感觉。我就是活泼，活泼啦，无落离你的规条，会当融入你的生活的内底。牧师咧写的这，嘛是有照这种的原则，所以你来详细看，就是安尼接落去，头一句迄个后尾一句，佮接另外迄个新的头一句，安尼落去，所以各位咱知，伫遮讲，咱喙若开，心就开；心若开，灵就开。所以别人咧祈祷的时阵，咱会当回应讲啥？阿门，咱会当阿门，阿门代表你的支持，代表你甲伊同心，咱同心合一的祈祷，这上帝必定会听。祈祷的这个用圣经导读的好处，互咱会当安安记牢上帝的话，因为出自上帝的话，无有一句无带有能力，所以咱记牢。将上帝话记好条，然后互来养持咱的灵魂。他拄仔咱有读耶稣讲，伊的话就是啥？就是灵，就是活命。咱爱会记得，结连甲上帝结连，就是对上帝遐来取伊的即个气力，然后互咱内底的灵爱大汉。咱内底的灵。袂当一直亲像囡仔，爱食米才会当大汉。所以咱讲爱开嘴，开嘴简单就好，大声，阿门，阿门。你嘛毋免惊讲会重复，毋免惊重复，就讲无要紧，伊若祈祷，你嘛是共款个用祈祷。最后来用一句话，即个咱指导过来示范一下，即句咱真熟的，真熟会记哩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你直接用经文来做指导，你会当讲是我无欠缺，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互我无欠缺，我无欠缺，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你伫遮反复伫即句的经文内底，你感觉对一句对你真有帮助，你需要的，你就用迄句来祈祷。然后这是指导，搁来化导，搁互大家看一解，用话来祈祷。同款即句，你用讲感谢俄罗主，我的牧者是耶和华，耶和华自有应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你是我人生的大牧者，是供应我性命一切需要的大牧者。有你诚济我的牧者，我无欠缺，我是丰盛的。因为我的牧者是丰盛的，咱会当安尼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用圣经祈祷其实袂讲介困难。牧师已经开始写，这个是第3章啊。咱希望讲，逐礼拜拢有一章，你伫咧厝的内底，一个人嘛会当照安尼来读，加读规届啊，哪读哪祈祷，哪祈祷哪读。渐渐，你就会看见上帝话进入你的内底，真侪你灵魂的食物。咱即时三节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知阮的灵需要食物，阮的灵要喙焦，
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养饲我，你帮助阮有智慧，将你的话一喙一喙来食落去，用你的话会当慢慢啊补，慢慢啊加，好，将你的话食出滋味，食出迄个营养出来。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伫咧祈祷的中间会当更较突破，因为阮较无有对主你来丰盛的稳定甲祝福，阮较无会当得到主你的活命诚侪，阮的活命的困难，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林牧师今仔日遮尔好的即个信息，愿咱会当好好运用林牧师所写的业入咱周报内底的即个根据来祈祷，会当加添咱足侪的即个快乐。即摆咱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新信息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这请这奉献，咱请特首的职事来施奉奉献。
这请起立，咱来吟第4节。我们安尼来行，用导读的方式，用读你的话的方式来祈祷。毋望阮所做的会当将你的话语会当步豆豆仔步，互阮的心灵得到你的话的滋养，来渐渐长大，成做一个健康的人。感谢主，互阮你的话语，互阮会当得到永远活。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报告。今仔日无新的录音啊。好，报告，请兄弟，咱来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礼拜后有第2堂的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留来服侍。曾牧师受中会的差派，前往埔墘教会协助分享，请代祷。礼拜后妇女团契伫咧4楼有聚会，主题是练诗，主理是乐祝长老，欢迎姊妹踊跃参加。财务组的报告。教会甲团契的过节，请伫个7月17日，就是下一个主日，从1月到6月份的孝来交予查校委员、怡君姐妹或是心仪姐妹来检查。有写4月到6月新安宫圣经填充题的兄弟，请将所写的甲定做一份，摕来交哦。第2项，7月11到12日，本会曾牧师、林牧师要前往圣经学院，要参加牧者的在职训练会。有代志会使用赖来联络，或是敲曾牧师的手机啊。第3项，7月17日下一个主日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公报社有派陈泽印牧师要前来分享，请为了文理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4项，中会传道部定伫7月30日拜六上午9点，伫个新店教会要举办初阶的中级训练会，讲师是庄玉明牧师，主题要对圣经来看中级，请中级同工踊跃林牧师来报名，到7月17日截止啊。第5项，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定伫8月26到28，伫个玉山新学院要举办青年查经营，主题是查经路上，道路真理生命，费用是1500块，欢迎社青踊跃参加，会当网络上报名搁缴费，教会会补助一半，详细请咱看公布栏。第6项，7月到9月新安宫查经本已经到啊。主题是追求美善属天的价值，请兄弟一人载一本转去，邀请兄弟每一天用10分钟单独会主来好好读新安宫的这个读经本，互咱有上帝国的价值观，互咱会当用体识培悬，
为了要推动即个新眼光的查经，今年的圣经填充题拢是对即个读经本的经文也是金句来出题。周报内底有页7月15甲21号的即个新眼光的金句导读，请兄姐来使用。我个人认为，即个导读对我而言是真大的帮助。我若安尼一直家读，一直来读，会当感觉加足有气力的。所以，愿咱的兄姐转去来好好啊来运用咱周报内底所写的即个林牧师所写的即个金句导读哈。第7点，圣经的填充题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提摩太前书第1章甲第2章。本周的受请，咱本周的受请有即个美英姐、郑美英姐，有俊杰，阁有即个张老娘小慧姐有伫咱的中间，阁有即个传亮甲阳光。咱请张老娘小慧姐，咱起立，咱来为伊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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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拢蒙阮祝福哈。奉献的精神，请咱兄姐家己注意。下周的即个圣经的分摊甲即个聚会的内容，伫个周报的后壁面，请咱家己来看。咱同心来坐声来读经句。今仔日的经句是约翰福音14章6节。好，咱斗阵来读。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约翰福音14章6节。咱搁读一遍。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人就近爸。”约翰福音14章6节。好，大道，咱请牧师带咱来大道。咱真欢喜吼，咱丝丝笑脸的活祝长老夫妇拢伫咱中间，来甲伊抱一个膜啊！感谢主，足久啊，等足久啊吼！感谢主吼，洪姨安尼生一个足古锥的查甫囡仔吼，咱求上帝来祝福这个家庭。咱即时请咱起立，同心来为着咱所需要逐项三体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搁一届来到你主，你是阮宝座前，愿知阮真正是主你所听，阮是蒙恩的儿女。主你欢喜听阮祈祷，主你也欢喜祝福伫阮逐项阮所欠缺所需要的。主啊，我满心感谢，因为主你是大权能的上帝，出伫你的话无一句无带有能力。主啊，你的话真侪阮灵魂的食米，真侪阮的快乐，也真侪阮的帮助。主，当阮来到伫你的是阮宝座前，阮要求主伫遮来赐福，来帮助，互阮的教会伫遮会当来行伫主所爱阮行的道路，互阮常常欢喜，要来读主你的话，甲你的话一句一句来食落去，真侪阮的营养来滋养阮的身心灵，互阮会当健康，会当兴起，会当有快乐，有能力，有智慧来面对阮每一天所拄着的每一项的代志，各种的艰难挑战。主你真侪阮的快乐，真侪阮的帮助，所以阮恳求主来带领，来帮助阮的长子、同工兄弟姊妹，阮同心合意，伫主的话更较扎根伫的。主啊，也求你才来看顾，为了阮教会适婚年龄下遮的青年来代祷，求主来陪伴适当的对象
做有备适当的人，互因会当伫遮伫主的内底三结连诚济，属伫主的即个家庭，主我满心感谢。我也为了台湾的社会来祈祷，求主帮赞陪伴，遐会有智慧，会当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三件的正直人物，互因会当用百姓的心伫遮来思考，也求主帮赞，愿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健康勇健的身躯，互上帝来祝福阮，凡事亨通顺利，身心灵拢平安健康。主啊，阮也为了出国兄弟姊妹来代祷，感谢主，阮活着长老因长兄拢已经转来到伫台湾，阮也阁继续为了弘毅，为了若文一凡子婷、依山彩云、国强伟力至于重旗专家文腾也是义军。梦如也是细灵兄，伫个南非，主啊，求你拢帮赞因，甲因上家己地，互因无论伫逐所在，主你的圣心拢甲因上家己地，主互保守看顾因，出入拢总有平安。主我满心感谢。阮也为着身躯软弱软弱病兄兄弟姊妹翠兰姐义芬兄秀丽姐素菊姐也是美玲的老爸洪科老兄弟主也求你来医治来看顾，互因紧紧恢复健康的身躯。阮也为了今年的毕业生来代祷，主为因来陪伴因的人生的新的路程。也为了注射疫苗，也是讲有拄着确诊的兄弟姊妹，主你拢保守帮赞，紧紧恢复健康。主啊，阮也为了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祈祷，求主帮赞，互这个战争紧紧煞和平临到。主，阮也为了福音当兵，也求主保守伊出入拢平安。搁为了这个大秀珍的老爸黄仁信长老来望主恩调，主你保守，互因的遗作拢总有平安。是阮的主甲阮三家己地，互阮会当好打向前，跑走阮头前所着行的道路。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万军的耶和华，我要将你的话当作食物来食落去。求主帮赞，互阮身心灵伫你的面前拢总健康勇壮。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家己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今仔日的聚会到这，灭岛闭会。
愿兄这转去实践上帝的话。